南的新市区公所，今仔日甲一张60年的白莲雾树，规丛甲刷到新市的永久里来做保存，要互代代的子孙啊，拢会当看到白莲雾树的身影。新市区公所为了要保存私人土地上已经60年的白莲雾树，请专人来处理，将这张白莲雾树刷到新市永久里来保存。里长甲社会民众拢咧迎接这张活超过半世纪的老树。也希望公所以后有白莲雾树，人家土地有另外使用的话，欢迎把它全部都移到我们这个永新污水厂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生态公园了。以后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白莲雾的公园。人工啦，也可以招景，可以当的有莲雾人吃，偌好诶很兴奋，这是新市特有的名产。白莲雾是新市在地特色，即马变成新市永久社区的一份子，互代代子孙拢会当亲身看到白莲雾树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